大家好，你有冇諗過，我哋平時見到嗰啲所謂精英，身光頸靚咁，其實係咪都係一套好虛假嘅防彈衣呢？我哋一直以為教育、財富同埋地位可以將人類同原始嘅混亂隔開，但係我想講，要撕開呢層文明嘅假皮，淨係要幾聲槍響同埋幾秒嘅恐懼感。前兩日喺華盛頓希爾頓酒店嘅大宴會廳裏面，就上演咗一場文明現形記。嗰度有全美國最叻嘅大佬，有最有錢嘅名流，佢哋原本坐喺嗰度想睇一場欺騙視覺嘅魔術，點知命運同佢哋講笑。今日我哋唔講政治立場，只係講人性。我想同各位拆解一下，點解一個名校畢業、前途無限嘅醒目工程師，會變咗一個一心要地北世界嘅刺客？而嗰班平日高談闊論、手執權杖嘅精英賓客，喺走難嘅一刻，本能嘅反應竟然係順手拎走兩支酒。呢件事話俾我哋聽，當魔術變咗係子彈，世界最真實亦都係最醜陋嘅一面，就會喺嗰啲所謂成功人士身上徹底崩塌。首先喺希爾頓嘅大宴會廳坐咗2000幾個全美國，甚至係全世界最有權勢嘅人，裏面有政客、名流、荷里活明星，仲有嗰班平時用支筆去審判世界嘅頂尖記者。喺台上，世界級魔術師喺度表演緊。魔術呢樣嘢本質就係欺騙嘅藝術，大家坐喺度準備去享受嗰種俾人呃都呃得好舒服嘅快感，點知台下突然響起幾聲真槍聲，一邊係假嘅魔術，一邊係真子彈。特勤局嘅特工反應都好快，好似拍戲咁衝上台，將阿侵成個人撳落地，用自己嘅身體做防彈衣。喺呢一刻，全場平日衣冠楚楚、滿口仁義道德嘅精英，個個都要面對人生最真實嘅恐懼。最精彩嘅戲碼唔係喺台上，而係喺台下。當槍聲一響，全場2000幾人第一時間唔係顯示乜嘢領袖風範，而係集體縮埋喺台底。當然，求生係本能，呢樣無可厚非。但係當特勤局開始疏散人群嘅時候，最抵死嘅畫面就出現咗。網上有幾段現場嘅側拍，你真係一定要睇。我見到有一啲着住一套幾千美金嘅晚禮服，平日喺電視機面前講公共利益嘅名流，喺狼狽保命嘅過程中，竟然仲記得伸佢哋嗰對優雅嘅手出嚟，順手拎走台面未開嘅紅酒同埋香檳。呢種大路貨嘅零售價係10幾20蚊，喺酒店就變咗200-300。大路貨隨便喺邊度都買到。你覺唔覺得佢有啲貪小便宜呢？槍手可能仲喺附近，生死未卜，但喺呢班精英個腦裏面，除咗恐懼，竟然仲有個計數機，即刻就計緊呢餐飯食唔成，點都應該攞返2支酒。呢班人平日最中意講犧牲、講奉獻，但去到大難臨頭嗰一刻，佢哋就顯現貪小便宜嘅劣根性。如果你話喺飛機上嗰個大媽係巨嬰，咁希爾頓酒店呢啲名流就係着住西裝嘅巨嬰。佢哋同超市特價搶米嘅阿婆冇分別，分別只係佢哋搶嘅係紅酒。而家講下呢個想殺阿侵嘅人，呢個姓 Alan 嘅人
唔係我哋平時想象中嗰啲揾朝唔得晚，亦都唔係憤世嫉俗嘅流浪漢，反而佢係典型嘅天之驕子。佢喺加州理工學院畢業，讀機械工程，平時係補習先生，家庭背景亦都唔錯。佢喺遺書裏面稱呼自己做友好嘅聯邦刺客。友好同埋刺客呢兩個詞擺埋一齊，令人覺得好瘋狂。呢種就係典型學霸式嘅瘋狂。點解一個名校精英非要阿侵死不可呢？喺佢哋嘅大腦裏面，世界唔係由人組成，而係由邏輯同埋數據組成。佢哋細個就被灌輸，你係聰明人，要解決問題。當佢喺社會發現世界唔係寫代碼，亦都唔係揾到個筆就可以解決到，而阿侵喺佢眼中就係嗰個搞到系統混亂、邏輯崩潰嘅一個筆。佢喺社交媒體裏面每日都被演算法餵食最極端仇恨嘅資訊。社交媒體嘅回聲效應令佢深信自己唔係殺人，而係做緊一場正義嘅維修工程。佢覺得犧牲自己嘅人生去開幾槍係幫呢個世界 debug。佢將想殺人合理化成為維修嘅心理，係一種極致嘅傲慢，因為佢覺得自己高人一等。佢覺得自己有權決定邊個係零件，邊一個係廢柴。對於一個喺生活上有挫折、內心孤獨嘅精英嚟講，殺死一個政治符號係佢得到終極存在感嘅唯一路徑。佢唔想做一個寂寂無名嘅補習先生，佢要做一個拯救文明嘅刺客。講到呢度，我就諗起一樣嘢，點解咁高級嘅宴會有特勤局保護總統，個槍手都咁輕易入到去嘅？新聞就話槍手係用酒店住客嘅身份入去，咁又令我諗起之前講過嗰場消防聽證會。當一個制度運行咗好耐，大家都會陷入一種慣性安全感。消防栓熄咗1年冇人理，因為大家習慣咗，舊年都係咁。希爾頓酒店大堂仲對外開放，因為大家慣咗，咁多年都冇事。行之有效呢個詞其實係藉口。體制最脆弱嘅地方，往往就係呢啲理所當然嘅盲點。當特勤局掛住喺會場用金屬探測器檢查嘅時候，兇手就喺 lift 口同佢哋擦身而過。呢種荒謬感同嗰班拎走紅酒嘅賓客一樣，都係一種對真實危機嘅麻木。所以成件事綜合體，簡直係一部妙絕嘅現代社會諷刺劇。一邊係精英刺客，另一邊係一班平日掌握話語權，但臨急都唔好蝕底，要攞翻啲嘢走嘅現實精英。兇手以為自己可以修補世界，但佢連自己扭曲、孤獨嘅靈魂都修補唔到。而嗰班賓客，佢以為自己高人一等，係文明嘅守護者，但一下槍聲就將佢哋嗰層文明花紙撕到碎晒，露出內心貪小便宜嘅本質。但多數人都話已經包咗喺票價裏面，攞翻唔算係偷。事實上，我哋正正生活喺一個精英崩塌嘅時代。高學歷唔代表有智慧，高地位亦都唔代表有人格。上次嘅飛機鬧劇，大馬乘客用食花生嘅微笑對抗巨嬰，係一種費事同你癲嘅清醒。但喺希爾頓酒店呢場暗殺，帶出另外一種層次。我哋嘅精英階層喺呢個世界仲有乜嘢可以信賴嘅呢？阿侵脫險之後，第一時間就話白宮要起一個專屬嘅宴會廳。
或酒店唔夠安全。睇下，佢唔講恐懼，佢永遠都知道點樣將一場潛在嘅災難轉化成一次注意力嘅收割。面對呢個越嚟越超現實、越嚟越似魔術表演嘅世界，我哋嘅注意力唔好俾魔術師嘅掩眼法吸引晒，要學識睇下暗角，望住嗰啲被紅酒、被口水、被演算法掩蓋嘅真實人性。思考喺今日真係一種意志力嘅修煉。今日聽完呢一集，如果覺得有啲哽耳，咁就啱啦，因為呢種不安就代表咗你仲有能力分辨真實。多謝收聽。